如果想躺平嘅話呢，今日一定要過嚟睇呢一個樓盤，公園城邦。你睇下呢一個戶型，105方4房格局。咁望出去嘅直接係朝南向，呢個通風採光冇問題吧？而且呢一度計一半面積，我哋睇下佢呢一個戶型嘅一個設計，飛機戶型兩邊都會有房間。而家呢一個呢，其實當時嘅設計圖紙呢係餐廳位嚟嘅，而家做咗個備餐區。我哋睇下廚房先，廚房個空間夠晒大啦，擺雙門嘅冰箱 ，L 字型嘅一個廚房，呢邊仲會有一個生活陽台，擺洗衣機。呢一個戶型105方，得房率係130方，實用面積有130方嘅。我哋睇下房間嘅一個空間感先，呢個係公共衛生間。咁其實三段式嘅一個分離。咁呢一個房間嘅話呢，就係全贈送嗰個面積，佢佈建嘅係結構連板。咁我哋可以睇翻呢一邊嘅話呢，其實係一間房嚟嘅。咁而家佢做咗一個餐廳嘅位置，後期你亦都可以將佢封翻起身，做翻一個書房都冇問題。我哋睇下兒童房，兒童房呢一邊嘅話呢，佢係做咗一個1.2米嘅床，亦都係做咗一啲收納嘅空間喺度。總結一句啊，呢個樓盤嘅話呢，其實亮點都好多嘅。第一，地段呢度呢係屬於差橋呢一個地段。咁學校方面嘅話，讀嘅係朗晴小學同埋五羊中學。咁出去嘅話，仲曼谷菜男子。咁所以吃喝玩樂呢一邊根本唔需要擔心嘅。最緊要係交通便利。戶型方面嘅話，其實都好多亮點。啱先講嘅得房率高啦，樓層3.15米嘅一個樓底高，所以一啲都唔8億嘅。再加上最重點嘅就係價錢靚仔啊！呢度而家嘅單價僅僅係11000到12000就有得傾啦。如果對呢個戶型感興趣，可以約我實地睇樓。